对，就是要把它消毒、清洁。你要先喝一杯。要坚持这个就是不是好久。我想要站起来，我一直在流汗。让他做就好。怎么样？哦，感觉马西莫酒量不错啊。哎，这什么？拿过来。好，你这边先。你站起来吧。好，站起来啊。对。倒酒。好，这样让肺爆了。就是让它均匀就好，不是要不要放，等下要均匀。不要放太多，要放。好，够了，好。OK， 我来。我来。每一块把它沾干净，抓一抓也可以。对，每一块都要接触到酒。对，酒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把它放过来。谁？随便放吗？对，这样子，一个个排下去，让酒挥发掉。好，再弄过来继续。马西莫酒量不错哦。好，留着喝。就这样子。今天要来做辣鱼，我们要把这个酱汁，我们调好的酱汁，香喷喷的酱汁，然后呢，把它用到鱼的里面。OK。对，我们这样舀过去，把它全部舀均匀，让它腌在里头。那希望这给你用好不好？进冰箱。进来保养。谁说的这个？我们要完成哦，进冰箱哦。好，来，请这里。哇，让它休息几天哦。好，OK。完成。线要让它要压扁扁的啦。对啊，因为它是线软软的，所以你要压扁扁的才能进去。你看这个穿久之后有没有会变这样子呢？对。
点微米酒。等锅子热一下。辣鱼炒羊角椒，试试看。我们自己做的辣鱼。